原本规模7.1大地震，造成死伤几若10人，重灾区永旺网络城爆炸，搜救人员讲闻到亚速味。川普小耍甲泽文斯基和纳坦雅胡伫白宫会面，处理陆俄战争甲伊朗战争，讲会谈有成果。中信社一通电信甲国华电信行指控讲非法偷装 GPS 追踪未告知，检方阁怀疑恐惊干涉国家安全。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几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日本熊本7月2日发生规模7.1的大地震，这个深度敢若10公里，也上大震度是有到7级。地震尾是超过200界，造成死伤几若10人。其中重灾区加德町的这个永旺网络城爆炸，至少3个人死亡，侪人重轻伤。也搜救队入去现场讲啊，这个亚速味是有够高。也伫咧八大市是有纸工厂大机的烟筒当做2节，甲工厂缀伫咧下骹，至少5个人死亡，2人重伤，也有未少人搁找无。也根据日本这个初步观测，八大市的地壳变动是刷84公分，刷上介济。地面是破起来，避开高速公路断去，这个有关节差，严重冲击交通。也毋若交通受到影响，根本啊是有数万户停水失电，无雅速的当用。民众上基本的生活是规个乱去。好，日本大地震是造成重大的灾情。咱的消防署是讲啊，这个搜救队已经准备好势，只要日本政府讲有需求、需要协助，咱就会去到地来斗救援。也有未少台湾人去求救佚佗，煞拄到日本的7.1大地震。咱观光署长讲，目前踮伫遐的团体旅客是拢平安。也旅游业者表示讲，这个行程会继续，也看情形来调整路线。也日本机场国际线伫昨暗开好，今日已经有台湾人倒转来。也因讲哦，想起大地震的时，也是感觉心惊惊。爆炸的时候，讲到地震了后，商场导火的时阵，旅客也是真惊吓。未少人因为地震了后，第一时间机场关起来，飞机机抓取消，无法度返来台湾，赶紧找旅馆。一直到半暝，看到福冈有增加班机，想要去福冈坐飞机，煞无车通好坐过。自己要想办法到福冈去。对，可是没有办法到福冈，就是没有交通工具。我们昨天很困难，拖着行李就是就地找了5、6间饭店，然后都跟我们说客满。外面的扛棒那一些招牌，都掉下来了，然后天花板也掉了，然后很多警察跟救护车在那里。地震的时阵，有旅客当咧公车顶，喊个真厉害。市区的警报声直弹，加载人拢平安。日本机场2倍重新启动了后，约100大量的旅客。旅游业者估计，取消的航班差不多2天内会当消化了。我现在在熊本的上通商店，结果整条街能够有开的店家也不多。观光署掌握到目前伫咧九州的台湾旅游团拢平安，旅游业者指出，后续出团未受到影响，不过景点甲路线可能会调整。部分的一些桥梁或者一些部分的道路，可能有一些受损或检查，必须要去找其他的替代路线，那也许会去影响到整个交通的时间。大家地伫咧新本一厂生产线差不多200外个机台。地震了后，经过校正检验，才会当阁复工。估计这届地震造成差不多4万地12寸晶圆损失，客户包括车用的、甲工业用的等等。虽然会当透过保险理赔，不过后续也是要关注对利润的影响。因为半导体厂影响会比较大，像它有那个石英炉管哦，那个有时候很容易被震破，那个应该都很小，因为一般的工厂地震除非房屋毁坏。经济部嘛发声明，讲其他的台厂，包括研华、台达电、优困、东家机车等等，拢有通报人员平安，厂区的营运暂时无影响。另外，半导体制停的消磨品之一，石英路港的供应商中越，嘛讲目前石英路港的情形无问题。针对这届新本地震，消防署搜救队已经提名，日本也有提出协助的需求，台湾搜救队会当伫咧4点钟来出发。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真大间的电信社一通电信甲国华电信行指控讲非法偷装 GPS 追踪未民众的个资，也检方阁怀疑可能牵涉国安人员甲政要的资料。检方是约谈创办人爸仔囝等10个人，也因爸仔囝是交保4个员工成案，目前会照妨害秘密甲个资法来侦办。
也未来有可能会对国安战机来调查。有没有宪兵给中国人？收红钱吗？面对问题，直直海头国华电信创办人赵维军有真侪关系企业一通电信嘛在内，检警查出两间公司毋若共用外部人员，涉嫌非法追踪监视，如今佫牵涉到国安风波。你觉得委屈吗？是吗？经过透明互信以300万交保，赵维军打出地检署，才吐几个字，就搁点点毋讲话。检方这波行动发现涉案的电信社有收14万受理一桩婚外情案件，互人指控伫追踪的对象车卡违法偷盗 GPS。这个在法院上是稳定被认定说，他已经有触犯到妨碍秘密，也就是因为它造成了说，可以完整的揭露你的隐私，就是你去哪里、生活作息等等，这种可能会是包含到个人隐私的这个行动。经过大规模的搜查，毋那掠赵维军，拢总10个人拢互人约谈。伊的后生嘛伫名单内，先后交保150万，另外阁有4名员工互人升压。经过检警进一步的追查，意外发现案外案，为一名经理的通讯软体对话，查出伊为着趁钱，涉嫌出卖台湾人的个资予中国。来到涉办业者的公司无营业，毋过检方怀疑非法交易的个资，真有可能牵涉到国安甲政经重要人士的资讯，初步会向妨害秘密、个资法等等的罪嫌侦办，后续无排除可能会以国安战机来侦办，目前阁咧继续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也台积电重要的合作伙伴宏硕科技前总经理林来宏指控讲偷摕机密，联合台积电李超美的员工想要协助中国企业江苏新网来发展半导体技术。要专案伫咧今日侦结，检方是依照违反营业秘密法定罪嫌起诉5个人。在阿个台积电4单的前副理被指控偷摕机密变做强谍，拄则被起诉。才过1礼拜，连台积电供应链的核心合作伙伴也出代志。宏硕科技自1993年创立，化学单片共有上百项专利，上市公司宏硕科技专门伫咧做摄制停设备。检方查出，做20几年姓吴的总经理，去年想要试头路，伫咧伊的年内偷摕超过700多项宏硕上新的设备图，还有规格机密。在几路的人斗骹手，想要协助中国的企业江苏新网公司发展半导体，案件离到侦结，依照涉犯营业秘密法定罪起诉5个人。黄姓被告等5人涉嫌违反营业秘密法、背信以及著作权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起诉的名单内面除了宏硕的前股层，也有台积电、米超比甲欧不良的员工。检方讲，姓吴的前总经理这挂人涉嫌伫外口设公司，甲江苏的新网公司谈合作，国用 AI 软体甲宏硕原始设备干部朴子妍这挂识别的标志提掉，改做简体字的版本，拍算以后互对方使用。把这些上下游的团队兜起来，然后利用大家知道参数间的这些设定啊，也许我可以形成一个新的服务的公司，去做这样的一个竞争。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以这个逻辑在运作。宏硕呢，在先进封装的湿式制程啊，透过化学药剂呢，把一些尤其是光阻剂，把它给清除掉，来保证啊，在先进封装的良率。宏硕甲台积电合作真久啊，伫零件的良率是真关键的角色。尤其伫即马先进封装逼短的时阵，因的地位是更加重要。即马互竞争的对头业者上着，技术差一点啊就外流去对话，影响咱国的产业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法国军方并要伫2027年打造第一支结合机器人甲无人机的作战部队。当当讲这个 GPS 信号受到干扰，也是讲人类无法度确认资讯的时，就会当透过 AI 演算法来判断家己完成任务。车厢机器人豆豆为厝架驶落来，顶头阁架一只无人机，这就是法国陆军当日研看的帕德拉共计划，目标是要伫2027以前打造出第一支结合機器人甲無人機的作戰部隊。像這隻車型機器人，就會當透過無人機的升空引導，行伫複雜的地形。De l'autre côté des bâtiments, puis on va le faire décoller à 30 mètres et on va revenir avec le drone qui vole. 法軍觀察到大量應用伫烏克蘭戰爭的無人機，也是需要 GPS 加上真人操作，才會當行動。法軍當日拍拼用 AI 寫演算法，互機器人伫 GPS 受干擾，人嘛無法度確認資訊的情況之下，會當家己判斷路線。Mais Pendragon, c'est pas une copie de ce qui se fait en Ukraine. Pendragon, c'est le coup d'après.
Pendragon, c'est un ensemble de robots et de drones de munitions intelligentes autonomes qui, dans un compartiment de terrain qui est clairement fixé par l'homme, est capable de remplir sa mission. 伫目前的测试 ，AI 已经会当协调无同的系统，通过较简单的地形。虽然有当时也是会甲会过一个地形误判做袂得过，不过军方认为已经有真大的进步。伫俄战争，无人机因为反应真晚，继续搁小，受到外界的关注。那共款免牺牲，搁会当自由行的机器人，嘛愈来愈接出现伫战场。地缘政治的风险继续升悬，各国嘛赶紧要将无人机应用伫军事顶头。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美洲国家面临欠电的危机，澳洲却因为日零电啊是坐甲无地用，就要停止发电。政府就对这个月开始，逐工送电3点钟用免钱，吸引家庭伫咧发电发上这使用电，就是要解决绿电上过头济的问题。西澳洲西南部地区风势正强，啊，毋过看过去大型的风力发电机所拢无咧捧，因为当地风力甲太阳能发电量实在是伤过济。即马电力公司为着避免了钱，所以决定打动。Curtailment in its simplest is when an energy asset generates less than it would be capable of generating. 澳洲的日头正炎，太阳能供电放豆的速度正紧，但是民众日时无啥需要用电，互批发电价定定拔到零，甚至是负的。啊，若是用电量自下晡4点到5点，佫开始咧称，即款政策嘛，互电力供应商爱甲电气机组开落捧，增加排放也佫有成本。伫咧2026年7月，伫咧昆士兰新南威尼斯甲南澳试办太阳能分享计划，伫咧中昼日头上炎的时间，提供至少3点钟免费的电力，希望透过太阳能高峰时段，量上的电力免钱，改变大家使用电器的时间，亲像洗衫、烘衫、洗碗、电动车充电，拢尽量安排伫咧免费的时间。啊，专家推估，一口罩4个人，若是甲30%的电量刷到中昼，一年会使减负15到20%的电费。The marginal cost of generating that excess kilowatt hour off a solar system on your house is zero. Or very close to zero, and to that extent, no harm, no foul. 太阳能分享计划要求电力供应商爱伫咧早起11点到下晡2点，互民众会当免费用电。若是民众厝内有按智慧电表，就会使即时分辨敢是免费的时段。啊，若是这民众嘛会使自由选择敢要参加即个政策。估计2026年试办一档了后，才佫会评估敢要推送到全国。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印尼巴厘岛入去高级的度假村，想要去引愈济国际游客，不过过度开发却互当地尚有价值的自然景观面临危机。巴厘岛是吸引国际观光客去了搁再去的旅游金鸡堡，去年共接待700万人次，当地一直拢有扩大建设的需求，四界拢是别庄甲高级饭店的工地，足侪人拢想要来遮客家伙。Do you want a property just like this for $62,000 USD? We have 3 units left in our Canggu Loft project. DM us for the details. Vous voulez devenir propriétaire d'une villa à Bali à partir de 25 000 €? C'est officiellement possible. 目前差不多有10万的外国人是伫遐住透冬的。画面上，一栋270米四方的3房别庄，就是一对法国翁仔某买的客制化建案。不过，大多数新建案也是以短期出租来投资的小型单位，因为马里岛观光的需求真高，真有投资吸引力。Today, you can get turnkey investments in Bali starting at 10, 11, 12% net returns because taxation is ultimately low and the tourist appeal is extremely strong. 俗搁有村的劳动力对巴厘岛开发的风气真有帮助。来自印尼各地数千的劳工拢来找工课，住伫工地边仔的插座工寮里，环境疗效，简单会当倒伫涂骹困。不过一个月差不多台票10000块的工资，是比国内各地平均较悬。开发的创造工作机会，嘛吸引部分农民卖田园，赚一笔啊会当减拍拼几10档。不过这拢互地方付出环境的代价。来到地区上方感觉舒坦的青翠山内田景致，豆豆互南马孔砍过去。目前马里岛逐档流失差不多1000公顷的田，继续落去到2050年，全岛1/4的田会消失。游客爱慕的天堂乐园继续面临开发的压力，大家扣粮的危机。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
欧洲这个工课普遍是男性在做较济，不过有一个21岁的女性，伊毋那伫咧全美电鼓选拔赛赢到冠军，更加要伫9月代表美国参加香港市暨这届奥运的世界机灵竞赛。21岁斯波西托加面大挂掉咧手夹握射笔伫咧作业，对足侪人来讲，念写是一个爱对抗光温、火会一直喷，而且足粗重的乌手的工课。不过对伊来讲，算是互家己发挥的舞台。I am the first female to ever make it to a World Skills Welding competi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斯波西托伫咧阿拉巴马州举行的全美国念写比赛当中，拼过足侪人的。接落来，伊阁要代表美国去参加红壳座暨这届奥运的世界技能比赛，和全球念写高手车拼。世界技能比赛每2档办一摆，全球真厉害的技职人才拢伫遮。Great. I've sort of had this childhood dream when I was little that I always wanted to be the first female to do something, and I just figured everything was already taken. So when I got to this position, I figured out that this is kind of my shot to make history in a way. 斯波西托的故事嘛，反映出美国最近这几档有一个做工的趋势 ，AI 快速发展。足侪坐办公室的面临裁员也是转型的压力，不过有真侪技术型的劳力工课，短期内底阁真好互人工智慧取代，所以有真侪少年人认为做念写水电工也是冷气师傅，凡说偏开钱读大学阁较实际。根据美国教育部的资料，纽泽西州一项9个月美容美发的课程，学费就要17000块的美金。福州14个月飞轮机维修的课程，就要4万美金；有一寡较关键的汽车乌手课程，甚至超过6万块的美金。研究报告嘛警告，足侪私立的职业学校的学生，其实是为中低收入的家庭来的。原地这项看作是翻转人生、保障就业的基职教育。即马因为学费起哩，煞互即阵有希望的少年人，伫咧还未趁到钱之前，就先落去另外一个沉重的债务陷阱。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感谢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